都说了多少次，演出前不要来烦我。等会儿，帮我倒杯水。居然把我当成了服务员，今天伺候你一回。喂，你们挡着我的车了！怎么是你啊？是我，怎么？你想干嘛？你想干嘛？我想进来私货药。这儿是后台休息室，你怎么混进来的？什么混进来？我是有贵宾票的，好吧？你有 VIP 票？小雨，还有10分钟就开始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难道说这个人就是传说中的慕容冰雨吗？你是慕容冰雨啊？各位请跟我来，咱们一起到化妆间，对慕容冰雨小姐进行演唱会之前的最后一通采访。不过这次大家可要抓紧时间，因为再过10分钟，演唱会就正式开始了。好吧，咱们这边请。这个女人应该不是什么善茬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乱来，我就是走错房间而已，我现在就走啊。哎，你等会儿，车的事你还没跟我解释清楚呢。什么车啊？你少跟我装蒜，信不信我现在一个电话，马上让保安把你带走啊？喂，你别乱来啊！我教你啊！站住！你干什么？我打你啊！你站住！喂！你怎么回事啊？搬完东西还不赶紧走？对不起啊！哎，现在就走，让，不要拍照，不要。你们有什么问题都可以问我了。廖老师，你去哪儿了？怎么这么久？刚才我上完厕所碰见冰果，非要跟我签名拍照。切，谁信呢？真的，我让他先去忙了，等演唱会完了再说。你就吹吧，廖老师。这趟你不虚此行吧？马马虎虎吧，跟那个卡拉 OK 的水平差不多。切，廖老师，你这嘴硬吧？你的态度已经出卖了你的内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慕容冰雨。感谢你们今天来到我的演唱会，谢谢你们一路走来对我的支持和陪伴。有了你们，才有了今天的我。下面呢，我想有请一位热心的朋友上台跟我合唱一首歌。你们谁想上来呢？飞哥你好，请问你要唱什么歌呢？我想唱一首《洗刷刷》。好。洗刷刷，洗刷刷。